礼拜要唱的献诗，献诗咱对头前练得过去吼。第一首献诗第25首，献诗第25首，奇妙性命至善歌美丽，咱先请思琴对头到尾段一解。奇妙性命至善歌美丽，对譬喻甲故事会通讲起。 充满荣耀圣洁，疼痛主上帝，阿罗何山那，奇妙圣名。咱来唱第1节、第2节、第4节、第6节，3来。奇妙圣名，至善歌美丽，对。 邀请咱练4节吼，毋知头段咱有发现，就是唱到上落尾第6节的上尾一句的时阵，咱结束的迄个音，甲头前较无共吼，所以咱咧唱的时阵，若是咱会当提sen是起来，一边唱一边看，小可注意一下吼。好啊，伫唱即首献诗的时阵，咱会当发觉讲，伊将上帝迄个真侪无共款的迄个。 样貌吼写出来，譬如讲，亲像老母，亲像老人，有少年安尼啊，所以咱咧唱的时阵，会当小可去想象迄个上帝无共款的面貌伫咱的生活内底吼。好，咱来唱第2首练习第2首献诗第191首。这首献诗咱先请思琴对头到尾段一解吼。 这首献诗的时阵，安尼讲虽讲较无礼貌吼，较去想象迄个印度人在唱歌迄个型吼，因为这首献诗就是马来西亚甲新加坡的印度裔基督徒所写的吼，所以因为迄种印度的迄种 melody 伫内底吼，所以咱手脚在唱的时阵，去想象迄个曲调，迄个特殊性吼，啊，着迄个味，就会当唱出来。啊，确实，这首献诗伫马来西亚甲新加坡是足普遍嘛，足有名的一首献诗吼。好，咱前奏，谢谢。咱来唱第1节甲第2节。
壁遐个哈利路亚，咱若是直接看照迄个 PowerPoint 的时阵，小可会有一点仔甲谱表写会较无共，咱较可能会较容易去唱着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利，反正就是咱咧唱的时阵，小可注意一下吼。阿门阿利路亚阿门。哦，咱咧唱的时阵，迄个曲甲词的迄个相对应的迄个位，咱可能爱小可注意一下。好，第二节。三来，你的话实在最关卡近的近，你的话传扬主耶稣的情爱，你的话实在最关卡近的近，你的话传扬主耶稣的情爱，世界真高，你是我名。习惯一次快乐过后时光，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真好。今仔日因为咱要守圣餐，所以咱第三首的圣诗歌就是要守圣餐的时阵。要来唱，所以咱请咱献开献诗第368首，368首。先请苏琴弹一解。想暝迄暝救主耶稣，摕饼祝谢背互使徒，讲我身躯替恁拍破，你摕去食来孝量我。这首圣诗对1922年就已经收伫咱的圣诗内底，吼是梅甘牧师写的，迄个算迄个歌词是写后来历代的遮的迄个圣经的圣诗的委员家己调整了，到咱今仔日熟悉的即个版本吼。请咱在唱的时阵，歌词来想象为耶稣为咱受死的迄个心情吼。三来，想要起你救主耶稣，替我救赎为我所夺，讲我辛苦替恁拍破，你替去吃来上亮我。第二节。世高抛背感谢上帝，亲自来为我领带给，我为了赎罪心的救，下罪给我，和你享受。好，小等一下哈，我会流出。罪人得救吼，咱等下在唱的时阵，请咱小注意一下，今仔练习的时间到这。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为慈爱续到永远。做伙来吟圣诗25首，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搁美丽，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伫，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众兄弟姊妹一组织伫遮，做伙敬拜阿罗你。主啊，阮搁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有罪的本性。主，你知影，阮有时会违背你的教示，无好好用对你来的恩赐，阁袂记得你的慈爱。主啊，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心来见笑忧愁。主，恳求你怜悯阮，教示阮，知影阮的毋对，洗清阮一切的罪恶。
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赦免阮的罪，帮助阮所行所做，拢是合你的旨意。主啊，感谢你创造这地美丽的土地，也创造万米，互阮伫遮生活。总是这几年来，这块土地的平均气温愈来愈悬，风台甲大雨所造成的灾害也愈来愈严重。主啊，求你帮助阮会晓疼惜土地，保护环境，也求主帮助阮有智慧来处理气候变迁甲天然灾害所带来的影响甲问题。主啊，教会有真侪长辈暂时无法度来教会做伙礼拜，也有会友利用暑假的期间出外旅游。主啊，求你保守阮的长辈身体勇健，也互无法度甲阮做伙礼拜的会友会当得到平安。这时，阮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一气，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请咱来看圣诗的后面，启应文54篇，启应文54篇，记载伫马太福音第5章，咱做伙来启应。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够灵敏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做伙来吟圣诗191首，圣诗191首。你的话实在做阮脚前的灯，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真理甲活命拢是你赏赐，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道理，恳求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替保惠师来教示，互阮对你的话灵命得到培养，信仰得到坚固，活出基督的模样。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做伙来读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4章第1节到第9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1节到第9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所以，我所亲爱、所少念的兄弟姊妹，恁是我的欢喜，我的荣光，就我靠主来徛在。我苦劝友阿爹，嘛苦劝孙道基，恁伫主的内面着当心。我忠实的同伴啊，我嘛爱你帮赞这两个妇人人，因为因甲格里面以及我其他的同工，捌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奋斗。因的名已经有记载伫活命册，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我阁讲一遍，着欢喜，着互众人看会出你的宽容。主得要来啦，拢毋通挂入心里，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兄弟姊妹，总讲一句：遐会建立好德行的事，遐会值得称赞的事。就是一切真实的，一切通尊敬的，一切公正的，一切纯洁的，一切可爱的，一切通学乐的，这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恁对我所学习、搁接受的、听着、搁看到的，这个拢着继续实行，安尼赐平安的上帝就会甲恁同在。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赞。这时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来甲我坐倒。
这时，请黄春心牧师讲道，题目是好德行的事，值得称赞的事。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今仔日早起24班迎来到我坐道，带领咱来礼拜，也陪伴咱的心，因为咱今仔日要甲主三个同坐道来领受主的身躯甲保护。咱读到伫即个腓立比书已经到伫第4章最后一章的顶半段。腓立比书这本册也互人称作乐中的册，就是伫感觉的中间所写的批示。但这本册真特别，也互人称作喜乐的批，也是讲欢喜的册。真奇妙的是，若是欢喜。但是，毋是伫即个胜利游行的中间来写成的，嘛毋是伫保罗伫宣告成功，众人伫遐欢欢喜喜来写出的。反倒当是一个伫真无简单的环境下底，就是伫伊坐间苦难的中间所写成的。所以，这本册是真无简单的册。伫咱人伫即个世间，咱会拄着无共款的恶担当、挑战、苦难，亲像咱台湾的民主的即条路，咱咧选择即条路，毋是因为伊简单，咱选择即条路是因为伊正确，因为伊是甲上帝国的价值相共，所以即条路虽讲艰苦。有时坎坎坷坷，有时选举失败，总是咱爱记的。这条路若是一个行往公义的道路，就算失败，咱嘛犹原安怎选择行落去。保罗伊就是安尼来面对伊的服侍，伊知影伊的服侍艰难，甚至坐监，但是伊无讲我坐监。我差一点仔，互人用石头钉死；我互人用棍仔拍。无因为安尼，伊就甲上帝讲：上帝啊，我宁可安怎包袱啊款款的，我转去。保罗无安尼讲，反倒当伊知影这条路是一个艰苦的路，但是是一条正确的路，伊就宁愿选择迄个正确的路，行往头前，往头前的目标。来跑走。咱今仔日一看保罗伊的处境，伊较亲像一个信仰的良心犯，伊互迄当时的罗马帝国掠起来。这个掠起来是因为伊要去告皇帝，因为有侪的这个冲突的发生，伊的行动其实已经。威胁迄当时的宗教甲政治的结果，因为一方面伊挑战犹太宗教的律法主义，另外一方面伊也挑战着罗马帝国，因为伊咧传的是一个上帝国。腓立比书这本册，伊无搁属伫一个个人私底下领袖的劝勉，伊较侪时阵是咧。表达对这个上帝国的族群，也是讲教会的族群，因咧面对压力、冲突、挑战的时阵，要安怎彼此来三扶持、来见证。咱也看到，伫教会内部也难免有立场、观点无同的所在，但是要如何伫这款所拄着的挑战的中间，靠主来徛在？甚至安怎对伫迄好的德行的事，值得称赞的事，要安怎去坚持？这是保罗伫遮所要表达出来。咱先来看第1节内面所描写的，伫这个描写的中间，咱看到保罗其实是伫感觉的中间，人伫受苦、孤单、患难的时，伊真容易想起伊的亲人。那亲像青年人出外工作，
甚至若拄着恶担当的时，真容易想起伫故乡，想起伊的亲人。保罗检采伫即个感觉中间，伊所想起的是遮的主内兄弟姊妹，所以显示出保罗甲遮的腓立比的信徒，因彼此伫主的内面成做肢体，毋是伫口头顶头讲的而已，反倒当是一个真深的即个关系。保罗一开始伫遐讲起，伊用阿卡佩托伊，阿卡佩就是疼的意思，一种牺牲的疼，所以伊用阿卡佩托伊讲亲爱，这个意思其实咧表达是真深牺牲的疼，并毋是停留一般讲咱有好的交情即款的疼。保罗是用这个语言来表达伊对伫腓立比教会兄弟。迄是一种真深牺牲的疼，亲像耶稣基督疼伊的学生共款。伊讲我真孝念恁，这个孝念，通讲是一个情感真连结的关联。保罗伫遮用一个比赛得胜的场面来描写伊的。这个欢喜，甲对这个冕旒来描写，这个冕旒毋是君王的这个冕旒，这个冕旒所描写的是古早运动员比赛的时阵得到冠军所伫的迄个月桂冠，象征迄个荣耀，最后会通得到得胜。所以，这显示出保罗的喜乐的源头，是因为信徒伫主的内面来成长，毋是伊家己有啥物款的好名声来得到这个欢喜。所以保罗伫遮会强调，伊的欢喜、伊的冕旒，是因为看到信徒伫这个主的内面来成长。保罗继续伫遐讲，着我靠主来徛在。我靠主来徛在，这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因为迄当时军人若要战斗的时阵，拢爱排迄个队形，所以伫迄个队形叫做安怎徛在，恁都爱徛在，恁都爱徛在。保罗伫遮用这个语言，甲腓立比教会的兄弟讲，咱咧面对外的这个。冲击，甚至是犹太教律法中心的挑战，甚至对伫教会内部白下分裂的代志，咱需要怎？咱需要徛在，咱需要徛在，就哪亲像军人在面对战争的时阵，迄个队形爱徛在。所以咱看到保罗的欢喜，伊的喜乐。毋是出自伊家己的名声提升，乃是看到信徒伫主的内面信仰会通徛在坚固。所以对保罗来讲，这腓立比的信徒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就是伊的冕旒。这是保罗所要表达出来。煞者，咱来看第20甲第5节。这第20甲第5节一讲起。两个教会内面的姊妹，因中间的冲突。腓立比教会是马其顿一个真要紧的城市。咱知影讲，保罗到伫欧洲第一间的教会，就是伫遮起做的。迄当时保罗到这个腓立比的时阵，伫河边去拄着卢底亚。卢底亚是迄当时当地的一个女性的领导者、领袖。这个教会其实无侪人，但是因却真做保罗宣告顶头真要紧的帮衬者。而且咱看到，伫这个教会内面，因拄着内部的这个纷争。所以咱知影，
菲律宾教会有外在的挑战，有内部的纷争。菲律宾信徒迄当时要面对3种的挑战。第一种的挑战就是罗马帝国政治的压迫、文化的同化。因为罗马崇拜的压迫，其实伫迄个时代是开始严重起来。信徒阁要接受罗马皇帝崇拜即款的规定。甚至因也受到迄当时的文化价值的引诱，因为罗马人因正重视公民的身份，但是保罗提醒因是另外一种的公民，因首先爱成做上帝国的国民，其次甲成做地面上国度的人民。这是保罗一直在强调。若无安尼强调，教会就愈来愈世俗化去。另外第二个挑战，就是犹太律法主义的冲击，因为教会内有一群守犹太律法的人，伊遐认为外邦人若免得到救，就爱先受割礼，才会通得到救。保罗伫遮会对因来讲，这是毋对的。第三个就是教会内部有发生纷争的代志，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到第2节，犹阿爹甲顺道基2个人的这个纷争。菲律宾教会是对这路底亚这个女信徒所发起的，这女性伫迄个教会内面有真要紧的决策，甚至领导。咱通过经文内底所描写的。这2个冲突的姊妹，因通讲是伫教会内面的领导者，领袖的中间，迄个冲突会引起这个教会的这个分裂，因为这个教会原本人数就无偌济，一旦纷争，真容易安怎？我是甲伊较亲的人，我就安怎选伊这边；我是甲这个较亲，我就选另外一边。所以当咱读到伫菲律宾书最后的第4章的时阵，所以有圣经学者爱讲起，保罗写这张批的主要的动机是啥物？主要的动机是要考劝犹阿爹甲顺道基这2个姊妹。头前讲真多，头前讲到啥物？讲爱用耶稣的心做心，头前也讲爱伫主的内面合一。头前的批示中间写真长，最后甲带着这2个姊妹、这2个领袖中间的冲突。换一句话，互咱看到，保罗要化解内部的冲突的时阵，伊安怎处理？伊先用听，然后甲劝勉。所以保罗伫遮用3个这个步骤来处理。伊第一个讲啥物？伊直接点名，无含糊，就是这2个人所产生的，因为教会无偌济人，逐个人拢知影因2个人中间的这个纷争，所以保罗伫遮直接点因2个人的名。怎接保罗安怎公开来劝勉？伊互咱知影，因2个代志已经成做一个教会全体性的这个议题。第三个，保罗会讲起我重视的同伴，意思保罗伫感觉的中间，什么人会通出来做这项调解的人？其实保罗伫遐呼吁重视的同伴，请恁出来伫遐来化解。这个重视的同伴是什么人？有人讲是路加。嘛有人讲有一个人叫做中实这个人，但是咱无法度判断，有可能就是因中间会通出来成做一个和解的使者的人。保罗点这2个人，这2个姊妹的名，因为这2个人毋是普通的会友。圣经内面保罗讲，因做阵伫福音的顶头安怎征战过。就是讲，因是教会的领袖。保罗伫遮无指出因纷争的细节是啥物，
伊搁较关心即两个人敢会通修复因的关系。保罗伫遐无气节，伊敢若呼吁、疼甲接纳，搁邀请即个忠实的即个同伴来协助。如果即两个姊妹的纷争，因是出伫神学的问题，保罗一定会指出大毋对，亲像割礼这毋对，保罗一定会指出。因的纷争有可能是人会通忍受意见的无共款，所以保罗伫遮来甲因提醒。保罗在进行这个和解的工作，至少有3项要紧的提醒。第一项，互咱知影和解的核心是基督。保罗毋是讲咱两个交情真好，所以你就爱听我的话，伊毋是安尼讲。保罗是用和解的核心是基督，因为咱拢伫主的内面，咱若伫主的内面，咱就是安怎掠伊做头。这是第一个和解的核心是基督。另外，和解是群体的行动。保罗请第三者，就是忠实的同伴来帮衬修复这个关系，毋是干那因两个人的关系，迄搁较是群体的关系。这也甲保罗的神学真呼应。保罗安尼讲起，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这款的观念，一个肢体受伤，全体就受影响。所以修复这个关系，伊的肢体健康，这个教会才会通安怎，才会通健康。所以，迄是一种行动，毋是咱选择要买还是买的义务。所以，和解是群体的行动。另外嘛，互咱看到和解是甲即个欢喜、喜乐三连结。因为第40保罗讲，恁爱时常甲主三连结，常常来欢喜。显示，若是关系破离，毋是一时阵会通解决的，必须安怎？爱伫主的内面，时常甲主连结，才会通常常欢喜。这个喜乐的人所展现出来，就是一个谦卑、小让的一个信仰的态度。伊会通互相相让，所以保罗直接提醒，讲咱着爱注意仰望上帝。爱用永远的眼光来看，因为第5节安尼讲起，主得要来啊！这也提醒咱，耶稣基督搁来的时阵的盼望，伫伊还未来以前，咱着安怎趁早着修复彼此的关系，因为伫永恒的中间，无有迄个无和睦的空间。而且讲主得要来啊！当然，这个主毋是指罗马皇帝。罗马皇帝是地面的主，毋是咱仰望的对象。只有天国的主才是。再者，咱来看第6节到第9节，遮所描写的。而且保罗甲因讲起，无伫看路，一概无伫看路。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提醒，因为迄当时教会内部的纷争，外口的压力，做内部外部所拄着即款的冲击，保罗的提醒，讲毋通看入啥物，毋通看入啥物，爱用一个挖靠上帝的信仰来挖出来。保罗伫即段的中间有2个要紧核心的信息，第一个就是爱将咱的看入转化成做祈祷，咱毋通一边祈祷一边烦恼，咱就是安怎爱将咱的看入成做祈祷交代互上帝。这个遮所讲的，讲毋通看入啥物，毋是叫咱安怎，啥物代志拢
放互安怎掉以轻心，毋是即款的。咱毋通互即个跨路成做咱性命的主宰。迄若用台湾即马现主时所拄着的，有人会甲我讲，牧师啊，我看到迄个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也是看到美国参谋联席会的主席，咧讲起2027年中国要拍台湾，毋干那安尼，中国迄个王沪宁佫讲啥物？台湾2028年没有选举。哇！大家听到这会真看路。若是保罗，伊会甲咱安怎讲？伊伫遮会甲咱讲，毋通看路啥物？因为这个看路哪亲像将咱安怎束缚掉的，将咱是诚做咱性命的主宰。但是这个无伫看路，毋是讲叫咱掉以轻心，咱嘛是需要对中国的侵略爱安怎？爱设计，爱做准备，毋通互迄个惊吓控制咱，反倒当咱伫即款的危机的中间，咱做咱会通做的，咱也犹原爱祈祷交托互咱的主，并且找到咱会通做啥物来保有看路。所以这是对咱来讲是真要紧的代志。咱毋知中国伊会对台湾采取啥物款的行动？因为讲要拍台湾，嘛讲1、20冬，咱要安怎去面对？咱会通做，咱会通做的，先来固守。所以咱即回圣经学校，咱有一个课程，叫做啥？诚做一个守望者，要安怎来守望？咱邀请到嘉义中会一个同工来到咱中间来甲咱上课。迄个上课就是要教咱安怎来准备好家己。伊本身是一个特战队的教官，伊甲因太太祈祷讲，上帝互因一个异象，就是安怎爱将固守台湾这个代志。看做要紧，咱有青年去上伊的课了后，回来会介绍讲，这个教官上的课非常的有帮助。所以后来咱就是想讲，安尼就邀请伊来到咱中间来甲咱分享。当然有的人嘛会去上其他的课程，所以另外咱嘛会安排2个下晡。请伊来甲咱做一个培训了解。我想咱无需要伫遐来看路，亲像保罗所讲的，毋通看路啥物。若是你有看路的时阵，代表安怎？咱的祈祷无够额。因为保罗甲咱讲，凡事着用感谢的心来祈祷，祈求代祷。通过安尼来交托互上帝，因为这是带有应允的。当咱的祈祷交托的时阵，这是带有应允的。因为上帝就会赏赐落迄个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这超越人所会通了解的平安，意思是全然的平安。保罗伫遮通过安尼。会甲迄个教会会讲起，菲律宾教会有内部的冲突，有外在的挑战，这无是咱台湾所拄着的迄款的环境。伫即款的环境内面，保罗特别会提醒，咱需要伫遐来祈祷交托。伫即段经文会讲起，讲会通过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这个保守，伊原文嘛是军事用语，就是安怎防卫。咱今仔日咧讲全民防卫，这个保守就是安怎会当防卫。咱的心灵来当防卫的时阵，咱就会当安怎有迄个平安伫咱的内面。第二个这段经文中间，第二个要紧的核心的信息，是咧讲起。
讲好的德行的代志，来你称赞的事，咱就安怎不时放伫心内，继续来实行。这个不时放伫心内的意思，就是安怎慢慢的咀嚼啦，慢慢啊煲，慢慢啊煲。这也提醒咱思想会去塑造一个人的性命，就爱去实践出来。然后保罗讲到6个德行，而且讲啥？一切一切的真实的代志，一切通尊敬，一切公正的事，一切，这是希腊哲学家时常爱用的概念。而且讲到6个，迄当时哲学家时常的讲起6个德行。这款6个德行，虽讲是一般哲学家所提出的，但是保罗甲应用出来，意思讲，伫人的中间，有缘有迄个安怎，值得咱来学习好的所在。这6个，咱回去当好好来看，有真实。就是讲符合上帝的真理，毋是安怎虚假、表里不一啦，爱真实。咱嘛当通过即款的标准来检验咱所徛起的环境，咱的国会，咱嘛当用这来检验。最后，互咱看到，若是信徒的群体实践这6项的德行的时阵，就若亲像咱活伫天国的样貌，这已经世界展示一个无共款的氛围。伫迄个氛围内底，有和平、有真理、有公义、有慈爱。当一个社会若看重这6个德行的时阵，就若亲像互人安怎谈到天国的滋味共款。通过今仔日这9节的这个经文。咱来想看卖，当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教导？我想第一项的教导是要甲咱来分享，化解纷争，毋是气节，乃是安怎先发出疼甲接纳。我伫牧会过程的中间，捌去协调过翁仔某感情袂合，兄弟姊妹中间若亲像冤仇人，爸仔囝互相伤害。有的是教会内部的人，嘛有的是社区的人。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安怎？大家人拢无爱听对方讲啥物话，无爱听对方的感受，干那安怎各讲家己的话？若是各讲家己的话，无法度帮助彼此的沟通。各讲家己的话的时阵，就安怎会指责对方？若是双方拢想要来挽回的时阵，就爱有一个共同的期待，才会通进一步建立迄个关系。要如何挽回彼此的关系？若是指责对方、骂对方，你甲想看卖？愈骂会关系愈好，敢会袂啦？所以骂无法度扭近彼此的关系，嘛无法度促进彼此的信任感。保罗伫遮腓立比书的最后，伊的重点讲出来啊，伊要化解犹阿底亚甲顺道基彼此中间的对立。保罗安怎化解？伊毋是伫遐大声指责，伊毋是讲恁两个拢是教会的领袖，反倒当安怎做歹款、无好的款式。互众人伫遐看，保罗毋是安尼讲，保罗是安怎发出疼甲接纳？伊讲亲爱阿加佩托伊，就是安怎用基督迄款牺牲阿加佩的疼来疼对方，所以伊是用即款来称呼即个教会即两位姊妹，甚至伊伫遐讲。我对恁的笑脸，这个笑脸会当讲是在乎人，甚至煞接要提醒，就安怎爱徛在迄个阵型、军人迄个阵对抗迄个阵型，爱安怎爱徛在，甚至爱伫主的内面同心，
所以保罗是用这款的态度，会化解因彼此的这个对立。所以咱会记的，要化解对立、化解纷争，毋是用斥责、指责，乃是安怎？爱用听甲接纳来开始。因为指责甲定罪，会互关系愈来愈远。只有听甲接纳，会通互迄个关系得到更新。若像先知何西阿捌用讲上帝用迄个慈神爱所来将咱安怎挽回转来。因为何西阿书在1章第4节安尼讲起，上帝要用迄个慈神爱所来引带咱，亲像囡仔偎伫老母的面伊嘛要压身躯来养饲因。这是何西阿先知所互咱看到的。所以也毋望拄着这个对立、意见无同的时阵，咱毋是大声指责定罪，咱会通想看卖保罗安怎做，耶稣安怎做。上帝就是用慈神爱所的引带。咱搁回顾这9节的经文，保罗一开始是用听、笑脸做开始，用欢喜、谦虚来化解迄个彼此的冲突，最后甲列出6个美好的德行来做结束。所以这已经互咱看到一条咱讲教会当更新的路径。一开始爱用这个听来笑脸，因为彼此关怀，有这个听，咱就会通徛在过程的中间，迄个贯穿就是安怎？伫主的内面，伫主的内面，咱爱安怎？不断追求甲主连结，然后咱才会当欢喜，才会当有这个谦卑来化解这个冲突。那彼此拢无有伫主的内面，这个冲突就真恶的化解。最后要调一个结尾的目标，迄个结尾的目标就是用真理做咱要紧的好德，做咱的目标。保罗直接讲，咱爱时常安怎？爱去笑脸者的、思想者的，因为思想会塑造人的心，人生的成败决定咱家己对家己的这个看法。因为箴言内面咧讲起，因为伊的心安怎笑脸，伊就成做什么款的人。保罗嘛伫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咧讲起，既然有人伫基督内面，伊就成做新创造的人，有的代志已经过，单拢变成新。所以当咱信靠耶稣基督伫基督内面，咱就会让安怎不断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是用上帝形象、用上帝中心来塑造咱。咱求主来帮助咱。互咱伫这个中间有一个信仰好的学习。第二个要提醒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会影响整个的团队。咱看到保罗一向真重视团队的合一、团队的服侍，但是保罗家己敢有去拄到甲同工意见袂合的时阵，甲同工冲突的时阵，有无？保罗嘛捌，伫《使徒行传》15章37节到40节，就记载保罗甲巴拿巴意见袂合，因为巴拿巴要带伊的表小弟马可做阵伫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的中间做阵去，但是保罗无同意。保罗无同意的原因是安怎？因为顶一回马可含因做阵出发，但是安怎？到伫昂菲利亚的时阵，马可就安怎离开因去。所以因为这个代志，迄当时保罗甲巴拿巴就发生冲突。
所以第二遍的时阵，因要做阵出发去宣教旅途的时阵，巴拿巴就选择带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保罗选择基太同工，彼此分做两队啦。虽讲意见有无共款，但是最后咱看到《使徒行传》15章40节，圣经内底咧描写，讲正信徒就将因交托伫主的恩典的眷顾的下底。虽讲因分开，但是彼此无恶言，反倒当因是囥伫基督的中间，将因交托伫主的恩典的内面。所以咱咧看起来，保罗甲巴拿巴的分开，迄是有缘故的。但是安怎，因无有歹话啦。分开既然分开，意见袂合，彼此无歹话。所以保罗伊家己亲身有去面对即款处理甲同工中间不袂和的代志，甚至保罗嘛捌带伫腓立门书啊，甚至伫今仔日即段经文内面，咱嘛看到伊安怎考劝犹阿爹甲孙多基即两个姊妹、即两个领袖，如何彼此和睦，因为因两个严重的冲突已经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和睦的代志。逐个人会因为即两个领袖会咱讲选边站，所以保罗伊写即张批，即张是公开批，是要互全教会的人看，因为因两个人的问题已经造成教会的即个分裂。保罗伫遮提醒，爱伫主的内面解决一切对立、互相袂合的所在。无论因中间有啥物款的袂合、亏欠，拢爱伫主的内面彼此来赦免。因为一个人的行为也是冲突，会影响整个的团队。我以前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战地记者查巴斯汀·约格，伊这个记者伊捌讲到一个故事。伊讲，伊有一回对伫美国的阿兵哥出发，因为战争，伊到伫前线伫遐摄影，啊，看到一个阿兵哥，伊的下大怎冷去，啊，阿兵哥的下是真够痛的，所以下大冷去，大怎会打到，有可能是安怎会跋倒，所以迄个阿兵哥的下大冷去，啊！伫迄个中间有一个班长，就马上走过来，甲骂，甲质问讲：你敢无担心你的下大落去？伫关键的时阵跋倒，会互整个的团队拢陷落伫这个陷阱的中间。因为这个班长，伊过去就捌伫伊在做阿兵哥的时阵，因的队伍的中间发生类似的代志。一个阿兵哥因为下大冷气打到，结果安怎跋倒？伊跋倒的时阵，因为客穿到安怎乌白扫射，所以造成因的队员的死伤。所以伊就真清楚，一个人的行为有可能会致到团队拢受到影响，所以这个班长就将这个阿兵哥叫来，叫伊安怎下大爱绑好好势，因为一个人伊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到伫整体的团队。圣经内面嘛有类似的故事，伫约书亚记第7章，有一个人叫做亚干。因为因去拍耶利哥城成功了后，上帝有吩咐约书亚，爱将这个城所摕到的物件安怎爱放伫上帝的面前，逐个人袂通安怎私底下来藏起来，
结果阿甘安怎？伊无听话，伊将这个战利品私底下藏起来，所以直到因第二遍出去战的时阵，怎安怎去互人拍败去？圣经的描写，一个人会影响整个的团队。阿甘影响以色列的团队，嘛有可能一个阿兵哥伊的下大灵气，怎影响整个的团队？弟兄姊，咱爱知影，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咱拢需要彼此同心来协力，是为着要互咱做阵来荣光上帝。基督徒是受救赎的罪人，咱拢无完全，但是伫团队内面会拄着意见袂合、对立纷争的时阵，当然会互人真艰苦心，因为迄个彼此内耗，咱就无法度做啥物要紧的代志。要如何化解对立？保罗伫遮互咱伊的做法，互咱会通深深去思考。保罗用犹阿爹甲孙多金两个人做例，伫即几章内面，互咱学习好好的这个信用的功课。保罗无强迫因两个人爱做啥物款的代志，无，伊干那伫遐来考卷。逐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温数，保罗无强调讲你著爱安怎，你著爱安怎。保罗嘛是重视因有无共款的见解，只是迄个见解需要安怎伫基督内面，咱做阵来参详，来找到一致的想法。咱有无共款的温数，那亲像一个球队的中间。有无共款的位置，但是无法度，逐个人拢安怎去当一垒手，无法度所有人拢去做投手，因为逐个人拢有无共款的位置。所以爱记的，咱有可能咱的守备位置拢无共款，但是咱有一个要紧的目标，都是伫主的内面合一，按照上帝爱咱所行的。来促进上帝国的实现，互咱会通行公义、好人民，共同来促进上帝国的实现。愿主的话语成做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看见一个属灵的教会内面，也会有意见袂合、彼此纷争的代志。阮恳求上帝帮助，互阮如何对保罗的教示来得到学习，望伫主的内面来合一，也将所拄着的挑战一无挂虑，通过祈祷来交托互上帝。主，阮恳求你施恩来看顾。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的圣名，阿免。一时要请会众起立，做伙用尼西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愿意道义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
做伙来吟圣诗368首，圣诗368首，受迷迄暝救主耶稣，咱来吟全首。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于教会陪餐者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听主耶稣基督对今仔归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安尼讲：恁今仔着无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着安息。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不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边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来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也照伊的款式，咱同心来感谢上帝。咱三个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伫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互阮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
咱食着饼以后，犹原安静咱的心来默祷。最后所讲，咬喙焦翕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着饱。最后所讲，恁既若着磨担重担，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最后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这时，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最后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请咱接着杯以后，犹原安静咱的心来默祷。
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众大家三个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痛，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圣徒，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继续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相通，对打以后。通荣光你的名，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时，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学青团契新生的邀请，还佫有社青新的小组。第二项。为着中南部水灾救灾的复原，甲农作的复兴；第三，为着台湾民主宪政的运作，甲国家的安全，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请司县长谢明如执事带咱做结束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以马内利的主，你是公义、信实、满有稳定的上帝。虽然环境中充满困难，你有望带领阮平安顺遂过每一日。你的信实永远袂改变，求你继续坚固阮的心。互阮伫患难中，犹原会当自信仰望你，将荣耀归乎你。感谢主赏赐阮有学青团契，会当每礼拜拜六暗时伫济南教会聚会，做伙食暗顿，学习三听，分享团契生活。社青除了 Bravo Shining 小组以外，阁开始有新的小组。这拢是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带领搁较侪青年进入教会，毋是单单参与聚会，嘛是伫遮搁较认捌你。愿教会兄弟姊妹会当彼此接纳、扶持、成长，伫疼中做伙行，互教会真正诚做一个互相相疼的家。主啊，最近台湾中南部真侪所在因为落大雨受害，厝以及田园受水淹，
真侪家庭失去安全徛起的所在，生活受到影响。求你怜悯受灾的百姓，安慰因的心，搁将所需要的资源赐予因。求你看顾作事人的田地紧紧恢复，互受灾后的中南部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主啊，求你保守台湾的政治制度，互民主宪政会当顺序运作，行出公平甲公义。阮要为着执政有关的人以及民意代表祈祷，求你赏赐因智慧，互因有疼百姓、有怜悯的心来为人民服务。嘛恳求你看顾台湾，免受到战争的威胁，保守人民会当伫和平、安全、稳定的环境中成长。互后代子孙会当伫自由中成长。阮相信国家要真正平安，毋是我靠自军事甲外交，是靠助你来成就。愿台湾会当成做你爱心意的国家，将一切荣光拢归互你。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时我来报告，请大家会使看周报来看通知事项。第一项，今日2场礼拜有举行圣礼典，内容请大家家己看。第二项，教会定伫每个月第2个主日是月定的奉献日。家准无奉献地的会友，也是需要奉献的代码的，请伫礼拜线找行政部门也是办公室。家准有编新的号码是编 W 开头，W 开头。礼拜阮处理了会放伫咱大家坐后壁迄边的奉献柜的正边的上下骹迄站。第三，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的守护台湾的祈祷会。这礼拜5暗时7点是王牧师的短讲。第四项，正经学校定伫8月30日上午11点，伫教会宣教中心边远的教室举行宣教会演讲会。台湾为什么需要全民防卫？第五項，2025年圣经学校秋季班要伫8月30日開課。第一場課就是拄則報告的宣教會演講會，對8月7日開始接受報名，就是今日。課程禮拜日上午11點的課程有4門課，12點半的課程有2門課，拜六下晡2點的課程有1門課。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家己看。第六，台灣神學院的神學系新的學期要伫咱教會伫拜1、拜2、拜4、拜5的暗時開8門課，歡迎兄弟報名參加。第七項，為着照顧記性減退的長輩，相親濟南學堂和相連的同學有活力的課程，歡迎伫拜1到拜5上班的時段來找辦公室。第八項，大專的新生歡迎介紹
参加咱教会的学青团课。聚会时间是拜六暗时6点。其他聚会的消息、团课的消息、事奉者的安排、顶周奉献、本周的聚会大多数项，请咱家己看。即时请会众起立来用奉献诗来祈祷。请坐，这是要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直接来介绍咱中间的来宾林俊贤、林俊贤甲妈妈甲妹妹来到咱中间，请起立，互咱来欢迎，欢迎。好，请坐。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愿上帝恩典甲咱敬大家三弟弟。做伙来吟圣诗389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请起立来吟全首。吟诗煞，请黄牧师祝祷。愿赏赐五万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五万。但愿耶稣基督的恩典，迄位上帝的疼痛，与圣神的相通，甲恁敬大家三个弟弟，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日祷闭会。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弟，请找牧师为你祈祷。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茶饼会的交易。
因为礼拜堂10点半以后，还佫有别个聚会，请会众来会使到后壁的茶饼会。